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南，真正是惊倒人哦！这个咸糜一碗要200块，台南卖咸糜的名店，这个鱼肚咸糜为一碗180块起到200块，有几来品项嘛拢起10块到20块。头家讲真歹势，讲这个原物料起真多，因实在是袂堪哩咯。也毋过人在地，其实有搁较侪小食店，是这个艺起紧加的硬档。像这个1份的鱼皮鱼肚汤，只要60块。小富的海产糜有蚵仔、麻沙目仔、含青的海鲜配料。天气冷死死，就是要啉一碗烧汤，或者是咸糜。不过最近台南这间有名的点心摊挡袂住啊。鱼皮、鱼肚咸糜为180起到200，真侪品项起10块到20块。业者回息咧，讲实在无法度。网友伫咧网络骂甲无力，不过嘛是有市场的老顾客来甲因捧场。这还可以接受啦，有点小贵。为什么？它的价格对台南人来讲，真的是我觉得涨得太离谱了。一碗咸糜爱200，互真侪人拢感觉真贵。伫咧在地嘛是有真侪俗佮好食的。较真侪粒鱼丸啊，含鱼皮，佮有烧糊糊的汤。店员无因试试，这一碗鱼皮丸仔汤讲60块尔，民众拢感觉俗佮大碗。阮家是无波动啦，阮配合的厂商是拢目前都没有调整。佮有这间咸糜店，澎湃海鲜配料搅伫咧饭顶面，美死！3、4个人起来，就是点满规道菜，咸糜一碗80，啊加沙拉鱼肚的130块。以前大家拢落地啊混哈哈，6块啊，阮就爱加点仔配合社会。蚵仔、鱼仔，逐项拢有起。业者讲，趁一刷就好。即马万项拢起价，就算有一寡点心摊起真济，嘛是有店家维持原来计数，希望民众食到俗佮大碗的好料理。